大家好，我係 Gigi， 今日一定要同香港嘅靚仔靚女們講下超犀利嘅美國第3代 Laser， 佢解決皮膚凹凸洞、去痘印同去暗瘡印嘅效果，真係見效十足。好多客人話做一次就見到效果，相信唔少朋友都受困於痘印同暗瘡印，化妝都難以掩飾，自信心大打折扣。而美國第3代 Laser 簡直就係皮膚問題嘅終極克星，暗瘡消退後，皮膚因炎症刺激色素細胞，黑色素大量湧現，形成暗瘡印同痘印。美國第3代 Laser 釋放嘅特定能量，猶如精準導彈，直擊色素沉澱部位，打散堆積嘅黑色素，加速黑色素代謝排出。只需一次就能見到暗瘡印同痘印開始慢慢淡化，皮膚逐步回復白淨。至於皮膚凹凸洞，因暗瘡嚴重發炎破壞真皮組織所致，Laser能量深入真皮層，強力刺激膠原蛋白同彈性纖維再生，膠原蛋白像神奇補丁，一點一點填補凹凸洞，彈性纖維增強皮膚彈性。做完一次，皮膚就能感受到明顯改善，變得更平滑緊緻。我哋店喺香港佐對豐商場地庫 2B3 號，佐對站地鐵出口一出嚟，同一層扶手電梯口就到，交通極之方便。想改善痘印、暗瘡印同皮膚凹凸嘅問題，記得關注我，like 個心心，仲要分享俾身邊朋友，等大家一齊靚到爆。香港美業美國第3代 Laser， 去痘印、去暗瘡印、皮膚凹凸。